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语老崔阿成。有定兴的导游事业是由阿公所创的，阿爸来接的，然后第三代来负责创新甲经营。正做传统的手工制作的导游工厂，爸爸的年代为着活落，为着要赢过产业销价竞争，因甲导游正做副业。爸爸妈妈伫人生无同的阶段，有卖过煎炒豆腐，做过卖早顿的早顿店，南北杂货。中间佮经过9届的搬厝，安尼当25档。因为食品安全的风波，台湾的消费大众开始重视家己食品的安全。因制作的手工叉烧豆油才受到关心。2015年，因才甲这做甲上久的杂货的生意来结束，将这个印油豆油正做主业。因开65天的时间，65档的时间成立一个品牌。这是一个较无关系的一个信息，造成因的名声有受到影响。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来了解。咱这个政府中央的社价，甲这个社价是无关系嘛。希望讲未来台湾环境你即马伫咧生活的工作当中有当到不良的事件，还是你主管对你有无正常的关系，还是伊互你的心肝头伤过困扰、伤过痛苦的话，请你爱斟酌请你爱认真思考。向身躯边的朋友来讲出嘴，安尼勇敢讲出嘴。若是讲伊做的物件，真正嘛是有够违法的程度嘛，唔通惊遐，莫惊讲你讲了这件代志，你会失去头路。失去性命是较重要的，失去头路只是一时的尔。咱失去头路，无定定是为着要互咱找到更较好的头路安尼。在咧。导游，在咧有定兴导游嘛是我真介意，我真爱食的一个品牌。我本身有买因的导游，我嘛摕较早我的作品有用因的导游来拍片。希望大家加关心咱身躯边的好朋友，希望伊伫生活当中，伫伊工作场所当中，袂去想到任何的不良甲伤害。多谢，我是阿成。有定兴，在咧导游。真的好吃，真正好食。导游好食。袂咸。放我这边。